那事情还是做我们的事业啊。一定要醒过来。哎，你起码写3门啊哟。哎，真的是。起码3门啊。哎，这里有一个，我们4号东方千岁哈。你要起讲，你起讲，我起讲。好吧，2号狼神君。因为我拄啊吼，我在座请在座大家肃静一下，我啊各位报告一下哈，请大家肃静，我啊报告一下，因为我拄啊吼有烧香甲讲，如果要起价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声明呢，因下当拢可能陆续拢会起价。若是无要起价，咱也莫甲伊要求。好，我们现在看到6号、8号、9号以及10号都开始有动作了。欢迎今天10位特别来宾，来，同时呢，我们欢迎我们的艺人特别来宾，我们欢迎徐淑媛、丁柔安。我们今天呢很难得请到这10位，而且拄好呢，拢咧家己对普及来的啦。哎，听讲因那村吼，拢真侪人做这个当机。所以我要请教人这个土里长是安怎那才拄好这村仔来，大家拢是做当机的。哈，李长你好，李长伯啊，李长伯啊，来，欢迎，各位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所以讲特殊就是讲这个机动真济，甲这个声明真济，表示讲地理真好。好，谢谢土里长。你看，就我们后边这下最尊的神明哈，在座的乩童们，他们都是每一尊神的代表，一个代言人来到现场。大家上心的都是这几个。听讲今仔来嘛是神明，只是讲可以来安尼吼。李生你几岁啊今年64。64岁。个少年呐。好，欢迎你来哈。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对当机呀，徐志远，我看过，可是。我一直很怀疑，到底是真的有起价还是看过，但是不是很清楚。对，不是很肯定的。丁柔安呢？其实我本身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就是在路上自己开车，然后在山路吴兴街那边那个山上去，就看到有就是沿路就是有乩童就是在骑，对，在起价这样在做法，然后就一路这样打过来。那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就像跟水云姐一样，我就可能半信半疑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都已经身体都受伤了，血流出来。我想，如果意识是很清楚，不太可能会自己这样伤害自己，所以就一直搞不太清楚。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时间、这个单元，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探讨一下，好奇哈，都可以请教他们。对。讲到这个问题吼，要请教讲，是不是每一个人拢有这个资格来做当机？这是算讲爱着有这个咱的8字拄啊下着这件神的神力来甲咱配合。才有法度通做到这个机的。你现在开始感觉家己会用做这个机动？这唔是讲家己要做就有可能。安尼哦。这都爱拄啊有着下着迄个8字，才会当配合袂好势，才会当做机动。意思就是讲，敢若神明来敬咱，唔是讲咱愿意要做对赛事。是。还神明来敬着。我来一个问题小请问各位吼，你讲神明来敬你对无？你敬着神，你安怎知影讲神明敬着你？是多一个神明敬着你，你安知影？这个知识。你安怎感应着？神明若要来甲你入你的机，头一是拢模模渺渺，模模渺渺，唔知讲咱的人生是安怎过程。请问各位会听国语吗？不会。可能你的国语他们听不懂。你说你讲，我给你翻。我想请问，现在各位的乩童是不是都是基业传基业的？还是有副业啊，或者怎样？意思讲，这做这道，这个是恁家己本身拢用这道来做职业，还是恁家己有其他的收入，有做别的工课无？阮阮了是拢农村人，拢为做农为生啦。农村就是恁家己有收入，然后家己个其他的时间再来这个庙，去从再来做这个机动安尼。这是若像讲有人患者，就是讲求医，你身躯都无病，安怎3顿那就讲困难？有问题安尼，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你才有来求医，才有启动。是你本身做机动，你讲神明来甲你入你的身躯，我请教就是，这个时阵你有啥物感应？有个人会安尼大哥，有个人会拍下嘛，对。恁有啥物款情形？防知讲即摆入来，是毋是就身躯啊？安尼。正常有啥物感应？对这个问题，我答复就是讲。假使讲伊的灵感，神就是灵感，要来附咱的身，就是咱的肉体照伊，对咱人的灵魂，把咱摕伫边啊，
伫个手中就要摕起咱个，你就摕手咱就摕照伊个灵感来入咱个肉体，咱无渺渺。我即摆一个问题是讲，你做当机了吼，啊，生活过了袂歹，因为做当机生活过了袂歹，啊，麻烦你行一下牌哦。生活袂歹。哦，落嚟哦，哦，落嚟过几了哦，哦，这么一几了，这么一几了，哎呦，落嚟才济了。因为我看到就是说，是不是每一位神明是有指定哪一位先生，就是说，就说一定都是。那像都是这样的话，因为像10号先生、11号先生、哈陈先生、涂先生，你们也都是代表天上圣母来跟大家沟通。像1号涂先生也是，这个是怎么样行？为什么有的只有哪个比例会摘比较多，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有重复的嘛。化身嘛，化身，化身。我4号好不好？东方千岁，你别请问4号啦。嘿，好不容易东方千岁，人家是潘先生嘛，潘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做这个鸡童啊，会不会有所得或者有所失？会不会因为你身体特别不好，做了以后帮助人家，它会让你身体特别好，或是因为做了这个之后会让你可能你的运气啊或者各方面会不会比较差或者比较好？做机动啊，像咱讲到去好厉害吼，已经命底较短啦。哎呦，命会比较。起到到迈骨头行到到，安尼。命底好哦，伊袂当伫遐做机动啊。哦，命短的人不能做鸡，不是啊，好的命比较不好，命岁败。那做了鸡童会不会就命比较长命一点？因为你帮助人家。有啦，有给他懂吗？有，都爱帮助才会较长。我来帮助啦。啊，我请教您吼，啊，你做机动啊，无定定有这感应吼，啊，假使讲你有时你爱排爱安怎才会请神明来？有迄款情形讲无排无请，啊，无来无去食饭食一半，家己生活啦，来就来啊，系安尼无？捌安尼无？我咱请教另外一个背后即个展现是吼，满腹千岁。我捌，我你甲迄情形讲。我捌安尼伫工地做工过。嘿，系。向来安尼。向来。嘿。啊，过来安怎？啊，就怎转来安尼？算伫工地怎扣转来就对啦。你是讲你付薪了，你去工地扣转来？本来搬10担水泥，哦，是安尼。安尼伤离谱啦！啊，意思是安怎？先讲若有人吼落去甲咱呼请吼，啊，伊来时向阳伊嘛是向挽起来就对啦，哦，是向来负薪安尼啦。嘿，啊，迄时阵你会安怎？你醒起来了，有人甲你讲，你当阵拄安怎安怎？你因为你去入身的时阵，你家己毋知影迄个情形安怎？你敢清楚？你做啥物动作？你敢清楚？头起先迄咱毋知影啦，啊，人若要问代志，当然爱知影。迄阵你就清楚啊，就知影。讲到这嘛，顺续请问这个郑先生，啊，有当时比如讲，拄则你讲的是突然来上心，啊，有的时阵讲有即款时阵，比如讲亲情50是朋友点啊，拜托请你的神明主神出来，结果求了半工，奇怪灵感都袂来安尼，有没有说请袂入来安尼？请袂入来，嘛是慢啦，较慢啦，较慢，较慢，有时会较慢。啊，若请袂入来，就头拄伊讲迄个情形，遮侪人在看，过来你照常表演是安尼，照常甲做。啊，袂安怎？我爱有感应，哦，有感应才会啦。无感应就袂。啊，无感应你要安怎甲讲？歹势，我请无来。啊，边仔过来咧讲，来，神明神明，煞变成讲歹势，家己来表演。即摆1号先生，你看到情形是毋是？伊个启动现在安尼1号算做开始咧启动，这是开始做个天上圣。啊，咱即摆会使甲伊讲话袂？真袂使，即摆袂使爱回起来安尼。啊，是不是咱请教过？什么时阵才会？会当请教的时间跳过来。哦，安尼。会当请教的时阵跳起，无较等咱等伊跳起时，咱才甲问者。咱即摆佫继续讲，是毋是因为做当机拢烫马地啊？所以阮拢毋捌看过查某人在做当机是安尼。都男性都比较多。查某做当机是足济，查某做当机是无烫马蹄。啊，你啥都要烫马蹄？啊，我查甫烫蹄吼，这是互看无要紧。查某袂使烫蹄，查某若像查某人穿背心嘛。这后壁这衫吼，我开一空。后壁衫开一空。对。为意思嘞，是为什么要这样？啊，啥那边后壁要开一空？爱就爱朝我报啊。伊要朝伊要加死会当朝安尼哩。
是啊，我啊，阮若有汤北体有法度啊，今仔就是讲吼，到时要超5步啊，若是，比如我若住厝的人咧养吼，是唔免下多偌分啊。啊是啊，那这两个加秋莲好不好？是不？啊你两个那免汤嘛的？这手机啊是讲吼，这阵神哦，伊无激动，啊无激动咧，算讲若有代志的时，爱用手链来指点嘛咧。啊，其实等下佫有这个问题要请教，因为这个起当时拄啊徐主任讲啊，到底是安怎是正，安怎是假？哎呀，有现场有现象吗？哎呀，好奇妙。即摆是毋是阮等下请教咱这，当继续访问，嘿看会去大先哪呢？要请教这所谓这个机动来讲吼，因甲因这结婚无结婚有啥物关系？有关系还是无关系？大部分拢结婚过。内底有一个还未结婚呢，还未结婚还未多几位？哦，你还没结婚？还没结婚。今年几岁？今年27。哦，佫真少年。27岁。你是第几代？第二代。第二代，你父亲今年？因为我比较早啊，从囡仔就。哦，对你老爸个对。无毋是，算讲较少的就做机童。那你算第一代嘛？第二代。这个当鸡童也不是就是说年龄的一个那个，因为你当了鸡童，就可能说你一辈子可能一直下去，就是说神明就很容易会找你来成为一个代言人嘛，对吧？哦，应该是没吧，因为我有女朋友，明年可能会结婚啊。我想请问，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关系，没有影响。做这个当这个鸡童交女朋友会比较容易，还是人家女孩子会比较排斥，还是比较容易人家吸引一些女性？不会这样的，如果真心在相爱，都不会差做什么职业，只要不是说作奸犯科，应该都没有关系。不是，他意思是说，你会不会因为你做鸡童，你可能懂得比别人还要更深入更多，可能女孩子会请教你很多问题之后，你们就更容易，嗨，更容易有点沟通。对，会不会？应该有时候，这神的话，我大部分的话做这个都不会乱讲话了。因为他没有起价的话，都不会乱讲。那他会不会告诉你说，哎，这个女的适合是做老公、做老婆？你要好好把握。很多缘分的话，这个也是不能外泄，对不对？有缘分的话就会来啊，不能也是不能勉强的啊。所以你们还是随缘就是了。随缘对啊。那你有没有曾经在起价的时候有让你身体受伤过？应该是不会吧？应该那个都是正神的话不会这样，不像八家这样都会有有特殊的那种情形。大部分我们都是业余的比较多，因为都是正统出来的，比较不会说有我出轨有出轨这样的问题，应该不会的，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你还年轻嘛，你才27岁，你会不会觉得说我有没有办法可以选择说我不要成为这个神明的代言人？选择性，你有没有选择性？可不可以说我不要？因为觉得我还这个我们都是业余的，只有千秋才会若有人家问事情才会起价了，其他事情还是做我们的事业啊。一定要醒过来。你今晚是会使问啊哟？真会使。今晚使问啊？今晚都会使问啊。哎，正好有一位新人起价。你可以问一些问题。哎，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帮忙问一些问题。等一下，李长博呢，他会翻译给我们大家听。我听了再来回答。那已经告伊问题啊？当然我会当警告伊问题。我今晚会使开始问哈，会使你家问起来。请教问吧。咱就问题哦，咱都同园长老朋友吼，伊去用庆杀啦。即摆凶手，即摆人咧倒啊，你慢慢问就好。终于要水落石出。我即摆没讲话哦。先讲话。声音好像也跟他刚刚不太一样。即马姓某吼，是咧讲这是算做行政
机关的问题吼，这个治安机关的问题就会处理，应该破案的时阵自然就会破案。当然这会当向社会有这交代，伊不便讲这个代志安尼，所以讲伊这个代志吼，会使回答到这呢。安尼哦，本来想讲吼，因为可能有个人会因为要找啥会去请教，我就朋友车碰无去，嘛去请教，过请教，昨昏正找到车呢。所以讲吼，有啥物拜有行径还是捌人去问恁一寡案件，请恁斗相共。但小姐，但要用小姐恁问的是讲，若碰见物件，是不是来问有？这个姓某当然有，这个问题就是讲，咱若有当时碰见物件，比如讲较早庄脚要碰见牛啦吼，去问讲咱这只牛是走去对一个方向去？当然伊个只是讲南方还是北方去吹，这时常拢有吹到。甲这个讲碰见，咱不能讲碰见轿车，差不多是对一个方向。这个姓名啦去查有，伊会讲。若拄仔咧讲迄个问题，所以讲这算讲这个吼袂使黑白讲真。若是这个碰见物件来问，大多数吼可能10成有8成的这个无问题安尼就对。你这个少问题啊，我真是昨晚姓某，我是嘛，姓某地主请问题吼，阮有一个好朋友叫于峰啦，真昨晚过身去，即摆毋知影人过了有好无？天上姓某吼，我甲你讲较清楚，是讲咱这个吼，有一个歌星叫做于峰，伊是算做属于咱像讲自杀。自杀的吼，来过身去，现在伫地府，我拄仔往咱烧香有甲天上圣母甲正神讲，看这个伊现在是地府的是当间是艰苦还是快活，还是有自由安尼，还是无？请圣母你看有甲查详细无？即摆吼，圣母伊是讲安尼啦吼，算讲伊迄那像会修还未开张啦吼，但是伊求生率足少的，拢一直想要死安尼啦。对因的家人甲对因的爸母算一种的不孝啦，安尼算做对因的家人会算真不孝吼。所以讲伊去落地甲进现在是真艰苦啦，一定爱受过3年，差不多3年的痛苦了后呢，才会当恢复到伊的自由啦。伊本身的做人是真好无毋对，但是算讲吼，伊的岁数还未到，自杀了吼，伤过头较残忍所以讲伊现在原来咧受刑地，爱经过3年后，可能才会当恢复自由，都爱甲查起来是安尼。我有个问题哈，为什么他的语言只有你懂？为什么他只会一种语言，还是我们都听不懂？伫这个开基祖庙内底，圣母的语言差不多将近有5个人听较有，只有5个人，包括我在内，还佫有3、4个副手的听较有。亲像阮开基祖庙的主教涂启明先生，伊比较会听，比我较有。即摆我现在我咧听嘛是叫甲斗听，我若毋对，我会佫请教伊。所以现在我是拢听有。起驾的时候一定要你们5个，其中有一个人要在现场。阮5个人若送较无用无得咧呢，一定爱有1、2个仔甲跟带身边来听，因为阮时常咧听较有安尼。那请问其他的神明的话，像是有不同的神明，东方千岁什么，他们的语言都不一样，是不是？语言拢无相共，但是因拢有副手的。不过呢，阮因为副手的无招来，迄时间上有足紧迫的，所以讲袂当招来安尼。阮大多数咧听是拢
小可听有啦。哎，这里有一个，我们4号东方千岁哈，嘿嘿，你要起价，问题讲起价。好吧，2号狼神君。因为我拄啊吼，我在座请在座大家肃静一下，我各位报告一下哈，请大家肃静，我报告一下，因为我拄啊吼有烧香甲讲，如果要起价的这个机动的这个声明呢，因下当拢可能陆续拢会起价。若是无要起价，咱也莫甲伊要求。好，我们现在看到6号、8号、9号以及10号都开始有动作了。你对面啊，这么点，这摆是不是新民的玩家啊？是不是？都要起价，新民都要起价咧。不是啊。7切点掉一落，7切，请各新价哈。所谓的乩童现象，在我们精神医学上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精神的现象。它不但可以在正常人在某些异常的生理或病理现象发生，不过通常所见到的是在某些具有一定人格特质或是具有一定精神病理状况现象的人比较常发生。在这种状态之下，由于他生理功能异常的操作，会使得当事人就陷于所谓当低现象的人，他发生非常多精神功能以及他的感觉和运动上随着解离或是失序，甚至会丧失灼伤的阶段。所以可见到的当事人乩童，他可以听从某些天意的指挥，甚至他看见某些异常所不能够看见的异象，甚至他无视于周遭的一些非常刺激或是烫或是非常灼伤或是碰触之类的感觉，而且他会身体上有一定程度的扭动。不过呢，在精神医学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明显的解离功能的表现，而且是限于某种情绪和意念达到一定程度类似精神病理现象下的产物。我想乩童啊，他在这个角色扮演上，有点像一个宗教活动中的所谓灵媒的角色。什么是灵媒呢？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有必要去跟超自然的这个境界去接触的时候，如果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直接去沟通，可能他要借助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呢，可能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那么，比如说，其实呢，在一般我们比较熟的宗教，像基督教、天主教里面的神父跟牧师有的时候呢，他也扮演这种角色。我们也看电影比如说有种所谓大法师驱魔到时候你发现事实上面的神父呢，在某些时候呢，他也扮演着这种所谓人跟神或者人跟鬼之间的一个呢，所谓桥梁媒介的角色。那么乩童呢，当然也就是呢，在我们中国人的民间信仰里面扮演人跟鬼神界之间的一个呢沟通的角色。那当然问题就在于说，到底这个乩童有没有法力他的一些这种所谓神迹式的表现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一方面说句老实话，到现在呢，当然还没有一个呢非常明晰的答案，或者说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各界所接受的答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还没有办法呢下定论。比如说，在医学或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人认为说，其实呢，他们并没有所谓的神力他们的一些这个行为，比如说他们用这个针棒啦这个打自己的背啦，砸刺身体有时候已经这个血流的相当厉害，确实不觉得痛。认为说这其实呢只是一种所谓自我催眠之后的一种反应。换句话说呢，他的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之下呢，他的这种神经痛的神经的这种反应呢会迟钝，因为反应迟钝了，所以呢他对这种所谓的这个痛的感觉呢就会减轻。那当然呢也有人认为就是说他事实上面来讲的话，就是真的有神灵附体。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透过灵媒、透过乩童可以帮你去解答一些俗世中的问题，而你觉得说呢，这个问题的解答对你个人无论是安心，或者呢对于你处理问题的方法态度有帮助的话，那么在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采取状况之下，我倒觉得说呢，不必完全排斥它、否定它，是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之一。但是呢，我也不希望见到就是说呢，把自己所有的这一种待人处事，对于这个未来、对于当前各种问题的解答呢，都完全依赖像这种还没有办法在科学上面给我们确切的依据的这种管道上。我想在这个中间找寻一个平衡点是比较好的。好，
好，咱今日说探讨这个问题，到这告一个段落哈，啊，大家啊，见仁见智啦。哎，相不相信我们也不至于不评论他。好，好，今天非常感谢。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第一次看到，我都看到有一点傻傻的，我都看傻了啊！真的，梅凤姐讲的一样啊，信不相信那就见仁见智了。见仁见智，我们今天是非常谢谢你今晚来到现场啊！哎，文姐，你准备？铁剑今日喊起来，今日喊起来，喂，这边啊呢，就是你去讲这边啊。是，好，我们感谢这个所有朋友来到现场，感谢，谢谢你的收看，好，谢谢，好，现在继续收看《飞跃星期天》。